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西藏政治犯格西热琼根登出狱，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司政边巴次仁会晤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等高级官员。欧盟对持续恶化的西藏局势表示担忧。西藏人民议会策略及培训会议圆满结束。西藏人民议会宣传活动在德里圆满结束。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12点决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出席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会外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西藏境内的可靠消息，曾遭中国政府判处重刑的西藏政治犯格西热琼根敦于本周一11月16号获释。因在狱中长期遭受虐待，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格西热琼根敦于2021年4月1号在西藏安多阿坝县格尔登寺被捕，随后数个月下落不明。直到2022年，外界才得知他因涉嫌向达赖喇嘛尊者和格尔登仁波切供养的罪名而被判刑。1998年，在中国政府与格尔登寺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格西热琼根敦因抗议当局禁止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措施而被拘留。多年来，他遭受了当地警方的骚扰和审讯，包括在阿坝县发生自焚抗议时对他住所展开突袭。格西热琼根敦是一位虔诚的僧人，他在寺院教育方面表现突出，并在2021年突然被捕时正在参加格西学位考试。当局对他的家人进行了无情的迫害，包括他叔叔扎蓬于2022年自焚。他85岁的母亲因长期受到中国当局的骚扰，于今年6月10号去世。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12月12号，在驻北美代表的陪同下，在华盛顿特区会晤了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和资源部副部长等高级官员。在拜会期间，理查德·维尔麻部长询问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当天，司政还与美国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期间，司政感谢他对西藏的坚定支持。随后，司政边巴次仁出席了由达兰萨拉莫兰西藏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举办的莫兰藏文大词典发布会。格西洛桑莫兰在发布会上向美国国会图书馆赠送了223卷世界上最大的字典——莫兰藏文大词典。12月13号，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的迈克尔·西佛和安加利·考尔，期间就流亡藏人社区的教育、卫生、性别平等和文化保护的持续支持进行了讨论。随后，司政结束对华盛顿特区的访问，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继续展开访问。在抵达费城机场时，司政受到费城藏人协会主席次仁久美和当地藏人民众的欢迎。次日上午，司政在当地的周末藏语学校向学生们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及相关问题。12月14号，司政边巴次仁抵达纽约，并与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的成员举行了会议。第二天，司政边巴次仁在一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出席者包括纽约市长办公室的麦努阿尔·卡斯特罗、纽约州审计长托马斯·迪纳波利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随后，司政与纽约和新泽西的藏人青年举行会议，讨论了西藏的历史、地缘政治问题和游说活动。本周一12月16号，司政在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后，前往科罗拉多州继续展开访问。在抵达科罗拉多州藏人社区后，在社区礼堂为新书揭幕，并与当地藏人民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重点讨论了西藏的现状和藏人行政中央的长期愿景。司政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维护团结和培养年轻一代的重要性。结束在当地的行程后，司政启程前往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继续展开访问。另外，欧盟驻华代表团于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发表声明，重申欧盟对全球人权保护的承诺。声明强调了对中国持续存在的人权侵犯的关切，特别提到西藏问题，并对中国公民文化和政治自由不断恶化表示严重担忧。欧盟驻华代表团在声明中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西藏的言论、行动和宗教活动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对异议人士和藏人出国旅行的严格控制，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宗教领袖行动的严格管控。声明进一步对中国政府压制藏语和藏文化的行为表示担忧，并指出关闭以藏语授课的学校，例如果洛州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这种关闭以及推广普通话的教育可能会导致文化灭绝。此外，欧盟再次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掐扎仁波切、阿呀桑扎、果西肉加措、果洛班登、桑吉卓玛和多杰扎西等藏人政治犯，并停止对藏人实施的任意拘留和酷刑等做法。欧盟敦促中国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保护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并积极地参与国际人权机制，为西藏人民创造一个可以自由信奉宗教、维护文化和特征的环境。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于12月13号至1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了为期3天的策略及礼宾培训会议。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副议长卓玛次仁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出席了会议。与会演讲嘉宾包括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塔皮尔高、纳兰陀大学前副校长、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前副主席苏奈纳辛教授、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前代表兼前大使迪利普辛哈，以及西藏冲突解决中心的副主任索囊德庆。塔皮尔高在发表演讲时强调了西藏和达赖喇嘛尊者对全球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以及在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表示担忧。第2天举行的礼宾培训会议重点关注提高外交技能、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印度外交政策中促进西藏事业。国际礼仪专家马克·维尔赫和玛丽斯·拉尔谢梅勒向与会议员介绍了国际礼仪、礼节以及人工智能在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在会议闭幕式上，副议长卓玛次仁和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主任利拉·穆鲁库拉特致辞，他们感谢所有议员积极参与为期2天的礼仪培训。另外，随着印度议会冬季会议的召开，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于12月16号至18号在新德里发起了一项宣传活动，为提高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认识的同时，并对印度政府和人民自1959年以来接待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表示感谢。由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率领的29人代表团，先后拜会了1名印度联邦部长、2名国务部长，以及来自印度各政党和各州的79名议员。期间呼吁他们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本次宣传活动旨在强调了西藏人民在中国统治下面临的挑战，呼吁国际社会承认西藏是一个具有主权历史的被占领国家，并倡导在中间道路政策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代表团还呼吁全球各国采取行动，解决西藏的环境问题，展开独立的人权监测，包括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西藏政治犯。代表团还对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为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难民提供的庇护表示感谢，同时鼓励更多的印度议员加入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
此外，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与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二12月17号举行会议，讨论与西藏有关的关键问题。来自各党派和两院的25名印度议员出席了会议。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联合召集人塔皮尔高致欢迎词。随后，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相续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前召集人苏吉特·库马尔和现任召集人巴特鲁哈里·马赫塔布也发表了讲话。当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在西藏的强制性政策，包括殖民寄宿制学校等问题。塔皮尔高议员则呼吁印度政府承认达赖喇嘛尊者的机构，授予达赖喇嘛尊者印度国宝勋章。与会印藏议员们重申了印度与西藏的历史联系，谴责中国在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12点决议，重点提到了扩大与印度政党的联系，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并对西藏的人权进行监测和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采取果断行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瑞士议会冬季会议召开期间，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12月11号举行会议，就2025年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及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由议员尼古拉斯·沃尔特主持，议员法比安·莫莉娜、拉斐尔·马海姆和苏菲·米肖齐公，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几、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和瑞藏友好协会主席托马斯·布克利等出席。会议讨论了2025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的筹备工作、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30周年，以及瑞士议会计划2025年访问达兰萨拉等情况。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